前面就是超级寄生术，一个让人头大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有很多遗体啊都是超级损耗，没位置了，外来的遗体啊就只能拒收，或者说协调到其他地方。原来人死了也会被嫌占地方。而且遗体时间越长，难度越大，成本也越高。不是做了深度防腐吗？哎，在时间面前，任何防腐手段都是浮云。你即使保存的再好，也会有变色啊、脱水的现象发生。可超前寄存不是你负责吧？能者多劳嘛。你真厉害。我有动力的嘛。什么动力啊？来了。怎么办？三月在。他就在里面。都自己消化，表面上看上去开朗、活泼，实际上已经有自残倾向了。雨夏，梁老师，
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削个苹果，对不起。痛不痛啊？杨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别人问我这个问题了。以前妈妈在的时候，她都会问我跌倒了，碰到哪儿了，我不小心咬到舌头了，她都会问疼不疼。每次她这样问的时候，我都很开心，就像现在。好奇怪呀，为什么开心的时候也会哭呢？没事，想哭就哭，不用忍着。可以吗？坦白讲，卷入人家家庭问题是挺不好的一件事。但我看小孩已经把自己伤成那样了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。但是很难吧？难。但哪怕是无用的一点点努力，我也想试试看。不好意思，柯先生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今天是雨笑妈妈去世1周年的纪念日吧？小点声，别让雨笑听见，好吗？雨笑早就知道了。你胡说！那天要是我不去上钢琴课就好了。妈妈是为了接我才出的车祸，都是我的错。别念了。今天没有写作业，反正都是要死的，写不写作业，睡不睡觉，吃不吃饭也没有什么不同了。别念了。人死了会去什么地方呢？冷冻柜里会不会很冷啊？爸爸什么都不说，我知道他是在怪我。我让你别念了，你没听到吗？杨老师，请你离开。后来我就把雨笑的日记本留给了他，告诉他我在殡仪馆工作，有什么事随时可以联系我。但是1周以后，他才打电话给我。